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哥頓吹水拖。呢條片呢，就同大家講下曼聯新近嘅呢場聯賽喺主場3-2喺雙紅會之下擊敗利物浦，正式確立下季歐聯嘅資格，即係已經分數已經超過咗第6名嘅10幾分，得翻3輪嘅情況之下，正式宣告下季可以入到下季歐聯，即係闊別咗2年。咁入到歐聯嘅話，而家係個賽制係瑞士制嘅話，咁即係起碼會下季一定會係踢多比今季踢多8場嘅歐戰，咁收入應該會多啲㗎啦。咁所以即係經濟上面又有好處咁球員即係球隊方面經濟有好處咁，即係個名聲又好啲，咁就起碼可以即係嘅財政壓力就會減輕啲啦。因為近呢段時間即係之前曼聯個財報出咗嚟，就好多人都分析話曼聯個財政其實係非常之唔掂嘅，即係需要有翻啲歐戰呢啲咁嘅即係經濟方面嘅補助，先會令到個球隊更加健康。而家確立咗下季嘅話，下季入歐聯嘅話就非常之好啦嚇。OK， 講翻呢場波呢，卡維克嘅正選陣容呢，同比上一場對賓福特呢就有一個變動，就係古亞叫佢復出踢翻左邊，然之後就謝斯高繼續係正箭頭，右邊就係繼續麥保姆。咁嘅情況之下，而個形勢呢，個踢法呢，亦都係同上一場對賓福特一樣嘅，就一開波就壓對手。同上一場一樣呢，曼聯前5分鐘係壓住利物浦嚟踢嘅，唔知係咪利物浦亦都係一開波就有啲即係佢哋又陣容不整啦嚇，沙拿又傷咗冇出，伊薩又傷咗冇出，結果前邊就中鋒就加普，左邊就韋斯，右邊就費林邦，咁可能佢哋就即係一開波就唔係好可能呢個組合未用過，佢哋又唔係好熟，結果就一開波就近5分鐘咧，曼聯就壓住利物浦嚟踢嘅，亦都喺呢段時間咧非常即係同上一場一樣，非常之好咁樣就可以喺早段開到紀錄。一個6分鐘一個右邊嘅角球，般奴右邊斬入嚟，然之後利物浦就頂翻出嚟，然之後喺禁區邊就古亞先一個左腳射，然之後就俾加芬貝治擋翻出嚟，然之後右腳再射，就好彩咁樣散中麥亞利士打個 pat 咁樣就賺大咗個角度，然之後就飛咗入死角，咁就叫做6分鐘就開咗紀錄，就非常之好，同上一場對賓福特一樣，晨早開咗紀錄，即係奠定咗個格局。然之後咧開咗紀錄之後咧，同上一場一樣，曼聯都係收翻轉頭，就開始唔要個控球權啦。個控球權就大部分都俾咗即係6分鐘開咗紀錄之後，個控球權就俾咗利物浦。利物浦咧，頭先講咗啦，因為佢哋係傷到冇晒人，就用咗一個咁嘅叫做新嘅組合之後咧，可能佢哋又有啲唔順，踢得有啲唔順咁，又所以默契又唔係幾好，即係可能少用下嚇，咁就結果就就算佢哋6分鐘落後咗之後，佢哋攞翻啲控球嘅話咧，都係冇乜即係實質嘅攻門威脅到曼聯嘅。曼聯就喺後邊叫做唔放棄控球，縮翻去後邊打你反擊，咁就嗰段時間6分鐘開咗紀錄之後嗰段時間係利物浦係冇乜威脅嘅攻門，齋有控球，但係冇乜威脅嘅攻門。好啦，到咗14分鐘就曼聯又打反擊，分俾右邊嘅麥保姆就喺禁區邊好空咁樣殺到入禁區邊就傳中，謝斯高喺中間嘅時候想搶點，有少少嗰個我冇記錯好似17號嘅居迪斯中士有少少懵嘅，但係球證係冇吹，然之後個波就流到去左邊古亞攞到，然之後就回翻轉後，蘇爾再斬中，咁再斬中就斬去後柱，般奴就攝到去後柱就頂翻入中間，咧咁啱呢個龍門就叉翻出嚟，就叉正想攝入嚟嘅謝斯高就大髀撞到個波，然之後就彈咗入網，就到14分鐘就2-0拉開到2-0。當然啦，都算呢球波都算有少少爭議嘅，因為當其時 VR 就睇到好耐，究竟個波有冇掂到謝斯高隻手？當其時嗰個畫面嗰啲資訊畫面咧，就係當其時個資訊畫面就係冇實質證據證明謝斯高個手係掂到嘅，
所以就睇咗都幾耐下，就分零鐘到啦，就算叫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，就算叫做冇實質證據，係冇清楚證據證明石師高隻手掂過個波咁，就結咗個波成立。然之後後邊咧到咗唔知後邊30幾分鐘嘅時候啦嚇，唔知係個轉播方又好定話官方好，有個放大鏡頭睇到好似石師高隻手指嘅指甲啊，定話指尖啲位有3隻手指，好似係真係揩到下個波嘅。咁當然呢啲咁啊事後啦，咁你 VR 嗰陣時冇證據睇到，咁你成立就成立，你都唔好講，呢啲算叫做有少少爭議啦，但係都冇。而家去到咁個階段都無傷大雅啦，咁就2-0。然之後成個上半場咧，基本上就係2-0之後都係噶啦，曼聯都縮翻轉頭。然之後利物浦就基本上上半場個控球權係利物浦多啲嘅，但係利物浦實質性嘅有威脅嘅進攻咧就係冇乜嘅。加普就喺禁區邊有個遠射啊，韋斯又喺禁區邊有個遠射啊，都係射到柱邊出界，就冇乜實質嘅威脅嘅。成個上半場共結果同埋嗰個場面嚟睇咧，係對曼聯都算幾有利嘅，即係幾利於曼聯。即係一開始嘅狂攻有收入，唔係有收入，叫有收穫啦嚇，有收穫。然之後後邊就靠反擊就入多粒，叫做拉開咗，算比較穩陣嘅。但係咧到咗中場，唔知石師哥係有傷又好啊，定話即係卡維克嘅戰術啦嚇，佢就換走咗石師高，換上咗阿麥踢右邊，然之後將阿麥保姆拉去中鋒踢，然之後咧就唔知點解阿麥啱入到嚟46分鐘、47分鐘就兜口兜面喺中場俾咗個波俾蘇布斯利，蘇布斯利就由中場帶到入禁區壓入去左腳射，遠處死角入網，即係拉文斯連反應都冇埋。結果就無啦啦就送禮，叫做送翻波俾利物浦2-1。然之後咧輸咗追翻球之後咧，利物浦嘅心態又好，定話佢哋啲士氣又好，就上翻嚟就壓住翻曼聯嚟攻啦。曼聯因為可能係石師高又換走咗，變咗咧就前場就冇咗個支點。有時候利物浦逼上嚟嘅時候咧，佢哋又冇咗，即係佢哋唔可以從後場利物浦壓上嚟逼上嚟。上後場組織唔到嘅時候，有時候即係會，如果有石師哥你可以放長波咁等石師哥去爭噶嘛。但係而家石師哥換走咗咧，佢有時候又唔可能嗰段時間又驚麥保姆又爭唔到，咁就可能就嗰段時間就好亂。就算放出嚟咧，就有啲亂放，麥保姆又爭唔到嘅情況之下，嗰段時間係你唔可以一路壓住嘅。結果壓下壓到55分鐘咧，拉文斯又送禮。開龍門球，明知前邊嗰個後腰位嗰兩個都俾人掹死咗，都仲要俾地波執落去，結果就照執落去咧，就俾人照偷咗，然之後就送咗俾加普就面對空門就追翻2-2。45分鐘就55分鐘，下半場45分鐘出翻嚟到55分鐘10分鐘之內送2下禮，俾人即刻追翻2-2。嗰段時間曼聯真係好亂嘅，真係完全好似即係同上半場真係完全。唔同兩隊波咁樣嘅，即係好似輸得咁嘅啦。然之後2-2之後咧，利物浦又可能就2-2之後就佢哋就放慢咗節奏啦，收翻嚟啦。開始嗰段咧就有啲算叫拉腳，但係咧嗰段時間咧，利物浦其實嘅右邊嘅攻勢都算叫做非常之鋭利下嘅。即係費蘭邦上半場係完全影都唔見啫，下半場呢45分鐘到55分鐘呢兩嚿波之後，到之後嘅時間咧，佢有幾下喺右邊路出波嘅。雖然話中間叫做有阿魯麥同埋阿希芬叫做頂到下啦，但係就呢個鏡頭算叫做上半場係見唔到嘅，但下半場就有啲咁嘅叫做危險出現，咁即係證明左路嗰度有啲麻煩啦嚇。咁然之後咧，呢段時間拉鋸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利物浦又有啲機會，曼聯有啲機會，好似即係阿達洛攞到波喺後場大腳上去，俾攝上嚟嘅班奴又空晒冇乜人睇喎。然之後班奴從高揼落個波又控得好靚咁樣，一壓到入禁區近底線出翻嚟，麥保姆又後腳一西咁又
啱啱好個波又西中柱，咁就又領先唔翻，咁算叫做呢個機會叫做好可惜咁浪費咗。咁然之後其實呢段時間呢啲都算叫做曼聯零星嘅反擊，然之後嗰段時間其實都利物浦主控主攻嘅。然之後到咗70分鐘到啦，70幾分鐘到，卡維哈就開始變啦，換走麥保姆，換上多古打左邊鋒，將古亞就移去中鋒嗰度，咁就算叫做用多古嘅體能同埋佢嘅上下走動，叫做彌補翻喺右邊即係左邊嘅防守嘅壓力。即係頭先講咗啦，費林邦係咁喺嗰度有傳中機會啊嘛，下半場咁就堵塞翻嗰個漏洞，亦都靠多古嘅體能嚟即係支援翻，叫做即係喺左路有上落可以支援翻個進攻。咁亦都係啱得咁巧喺呢段時間，就70幾分鐘嘅時候，多古上到嚟，咁就有球波就即係中路叫做嗰段時間就頂住咗之後咧，就可以進攻翻啦。就78分鐘到就個進攻，古亞喺中路禁區邊葫蘆頂度攞到個波，然之後就俾落去喺禁區邊橫帶就側個直線俾落去疊壓上嚟嘅蘇爾，然之後左邊傳中咧，阿麥咧就喺右邊路想頂翻轉頭，中間俾人冚上嘅，但係頂到中間咧，然之後俾人揩到下又解到位，算叫解到位啦嚇，叫做啱好剔到下，即係叫做佢想頂俾後上嘅卡斯米魯，但係俾人炒過咗，然之後啱好跌到出嚟禁區邊，文路就咁啱得咁巧拍到上嚟，即係右腳一射又死過入網，3-2，即係叫做重新領先翻。呢段時間算叫做卡維克嘅換人算叫有啲效果啦嚇。左邊嘅多古叫做壓翻住利物浦右邊進攻，亦都有可以上落，咁可以壓翻住利物浦進攻，算叫有啲效，亦都係靠左邊呢個傳中而得到嘅一個入波，都算叫做換人方面都算叫有效果。然之後就後邊就開始都係啦，就曼聯就開始就又算叫做開始就要縮翻後，等你利物浦嚟攻力打反擊。咁情況之下就今場嘅換人嚟講咧，算叫做卡維克算叫做其實上一場都有睇到㗎啦，佢嘅換人係有調，即係有目的性有調動嘅。當然啦，呢場波究竟係咪石斯高即係佢有傷要中場換走呢啲無人得知啊。但係佢上一場識變由4後衞變3後衞嚟守，今場波即係見到右邊路下半場有漏洞，佢就換多古上嚟叫做堵塞個漏洞，都算叫做做得好嘅。所以呢場波叫做最後叫做守得住頂得住，贏咗3-2入到歐聯。亦都證明即係卡維哈咧，佢都算叫做有啲頭腦嘅，即係識個起碼冇上一任嘅阿摩廉咁硬頸。咁睇嚟而家嘅帥位好大呼聲，好似都係佢啦。當然啦，因為如果而家係冇更好選擇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我個人觀點咧就係冇更好選擇之下咧，就 keep 住卡維哈啦。因為雖然係有蘇斯克策嘅前車之鑑，但係始終而家冇更好選擇情況之下，你個更衣室又即係掰卡維哈，佢嘅呢兩場嘅場面上嘅調動，咁都要證明佢係做到嘢，起碼比佢嘅調動比之前嘅蘇斯克策係好嘅，即係睇得出。咁所以如果冇更加好嘅情況之下，咁咪揀佢咯。咁佢就算俾個即係正式教練，佢應該個即係成本都唔係好高，即係應該冇你之前聽克阿摩廉嗰啲咁貴啩，係咪先？咁起碼如果你話Ineos想 cut budget 嘅話，咁呢度都係一個揀佢嘅理由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不過呢場波講翻呢場波贏咗之後，正式確立歐聯嘅話，就曼聯都算叫做係可喜可賀。咁後邊嗰3場嘅話就可以
即係爭取更高排名，以爭取更高排名為目標，亦都可以練下兵，咁都算幾好噶啦。OK，今場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嘅啱聽嘅話，就歡迎 CLS 小弟嘅頻道，多謝大家支持。